好，我哋繼續嚟到五旬節靈恩運動嘅介紹。喺之前裏邊咧，我哋講到係現代五旬節運動開始嘅時間，關於巴漢牧師佢一啲嘅事蹟同埋即係生平嘅。去到呢一刻咧，我哋都要再繼續介紹喺五旬節運動裏邊咧，其中一個最注目嘅事件，甚至有好多人咧會去將呢一件事咧講成係就係五旬節運動咧嘅開始嘅一件事情，就係喺1906年。發生喺美國洛杉磯亞蘇撒街嘅復興。講到呢度咧，若果你對五旬節運動本身都有一定嘅認識啦，你知道跟住咧我哋就要介紹到關於呢一位嘅牧師，亦都不得不提佢嘅，就係呢位黑人嘅牧師威廉西摩 （William Seymour）。佢係1870年出生啦。可能你見到 PowerPoint 啊，你都會見到佢特別提咧，呢個係前黑奴之子。如果你對美國歷史有啲嘅認識咧，就會知道其實1865年嘅時間，美國先啱啱結束咗南北戰爭啊。咁咧就西摩牧師就喺結束之後幾年咧係出生嘅。咁縱然如此啦，結束南北戰爭理論上黑人地位即係被承認啦，即係解放黑奴。但係個問題就係黑人咧仍然係喺社會裏邊咧受歧視同埋地位都相對地低嘅。咁咧就西摩牧師啊，就去到1891年嘅時間。因住屋企都好貧窮啦，咁於是乎咧，佢就離開家鄉，佢就去到北方嘅地方咧去生活。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西摩牧師亦都喺個時候係相信耶穌啦，參加衛理公會喺嗰度受洗。咁但係後來因為咧信仰嘅一啲衝突啦，咁佢就離開咗衛理公會嘅教會，就去到聖潔運動嘅教會去參加。咁由聚會啦，去到後來咧成為即係傳道人，咁亦都被按立咧去服侍嘅。咁事情咧做到1904年嘅時，1905年1905年嘅時間，西摩牧師咧就去到休士敦一間黑人聖潔教會暫代牧師。咁或者你會覺得奇怪，點會叫暫代牧師啊？咁因為當時咧，其實佢本嚟去到休士敦咧係揾親人嘅啫。咁因為咁嘅緣故啦，咁仍然都要繼續聚會嘅嘛。去到一個地方聚會，但係佢參加聚會嘅教會本地嘅堂主任牧師咧，咁真係經濟重擔，咁冇辦法咧，要出去翻去打工，咁唔能夠再喺教會牧養，咁於是就揾咗咧西摩牧師。特別提呢件事咧，就因為咧西摩牧師嘅時候咧，喺呢個時間咧就接受咗第三次祝福嘅觀點。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喺前邊去交代到關於五旬節聖潔運動，五旬節運動嘅時候咧，聖潔運動裏邊咧第三次祝福嘅觀點咧，就係由歐溫牧師所提出嘅。咁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咧，西摩接受咗。咁同時咧，佢亦都開始參加巴漢牧師嘅聖經學校。喺呢個時間咧，就係因着種族歧視緣故啦，喺法例裏邊咧，白人嘅學校係唔准黑人去上堂嘅。咁但係咧，就西摩仍然去上。咁不過上法咧就係喺課室外邊喺窗門喺外邊咧就望入去係咁樣上嘅。咁但係咧就係巴漢牧師同西摩牧師係兩者嘅關係嗰個時候建立嘅。咁更加有段時候咧係一齊去服侍一啲黑人嘅群體添。咁直到1906年咁當時咧洛杉磯就係一間教會咧就邀請西摩牧師過去啊。咁嗰間黑人教會咧就喺2月嘅時間咧就西摩牧師咧就到咗嗰度去服侍。你圖裏邊而家見到就唔係嗰間教會嚟嘅，因為咧西摩牧師嗰間教會咧就教導關於要接受聖靈洗嘅教導。咁嗰間教會接受唔到佢，就趕走佢。咁當時嘅時候咧就有一位信徒叫做 Edward Lee。咁 Edward Lee 咧就幫佢揾咗即係另一間就係而家你圖裏邊見到咧邦尼布雷街214號。214號咧應該係住宅嚟嘅呢度。咁呢間住宅裏邊咧就西摩牧師咧就繼續佢嘅教導啦。咁就關於聖靈洗同方言嘅教導。咁不過要注明一樣嘢咧，其實喺嗰陣時咧佢仲未有呢啲經歷㗎。咁但係咧就佢仍然照教㗎。咁而聚會裏邊咧就陸陸續續嘅參加者咧就經驗咗聖靈充滿講方言啦。而佢自己後來咧亦都有呢個經驗。而聚會嘅人數咧就持續咁上升啊。咁一路即係人數增加嘅時間咧就冇辦法啦。咁於是乎咧就揾咗另一個地方咁嗰個地方咧就成為咗成件事情，我哋甚至會叫復興嘅起點亞蘇撒街312號呢個地方。咁其實呢一度咧係個廢棄咗個倉嚟㗎。咁就當時咧就去咗呢一度開始聚會啦。咁
咁係亞蘇撒街嘅聚會裏邊咧，就充滿住各樣咧，即係我哋話聖靈彰顯嘅現象。有好多人去講方言啦、唱靈歌啦、講預言啦，有好多情緒化嘅肢體動作啦咁。咁亦都好多人咧都開始要留意到呢個地方發生嘅事情。咁而一直去到咧1906年4月18號嗱，其實如果你留意件事情好快嘅啫，佢2月嚟到洛杉磯啊，4月18號嘅時候咧，洛杉磯時報咧就更加咧係即係大肆報導咧亞蘇撒街呢個倉裏面發生嘅事。咁甚至咧就係話呢個咁嘅運動咧，喺度好奇怪嘅一啲巴別塔式嘅方言咧，就喺度亂講啦咁樣。咁啊當時個報導咧更加稱呼呢一班人咧係 Holy Roller 啊，即係呢一班即係好聖潔嘅周地碌嘅一班人嚟嘅。咁咧就而事情咧亦都唔單止係咁嘅緣故啦。Even 我哋頭先前邊提過 Apostolic Faith 啊呢份報紙咧，亦都刊登關於亞蘇撒街出現嘅事。喺咁嘅情況下咧，就各地咧喺美國裏邊咧就一路尋求復興嘅人咧，就都參加去到風雲呢件事咧，去到亞蘇撒街。話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啲人物啦，斯梅爾啦，又或者係巴托曼啦。咁而巴托曼本身都係記者兼宣教士嚟㗎。咁喺好多人咧喺美國裏邊一路參加聚會嘅時候咧，亦都經歷咗就係前面西摩牧師同埋佢一班咧跟隨者咧所經驗嘅有即係方言作為成充滿憑據嘅事情咁而好快咧就除咗美國以外歐洲、非洲好多海外嘅人咧都一路咁湧過嚟去經歷呢一個嘅大復興。而亞蘇撒街呢個復興咧就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將證據教義呢件事落實嘅以方言作為聖靈洗嘅證據。喺禱告嘅實踐裏邊咧，係即係原來係人係被經驗到嘅。咁除此之外咧，係對當時嚟講亦都好震撼一樣嘢，就係黑白人嘅阻隔係破除嘅。縱然頭先前面提已經經歷過林肯總統，經歷過南北戰爭，黑奴被解放，但係實情咧嗰個黑白嘅種族歧視仍然存在嘅。但係呢個地方裏邊咧，黑白人咧係一齊聚會，一齊敬拜神，黑人作為牧師喺度講道，就黑人白人咧一齊咁樣聽嘅。咁甚至咧，亞蘇撒街自己咧，亞蘇撒街傳道會自己咧，亦都差派咧海外宣教士添。喺呢個咁嘅狀況之下咧，好多唔同教會嘅即係不論係宗派領袖或者弟兄姊妹咧，都即係發現咧，佢好難容納於自己本嚟嘅母會嘅。咁甚至係最後咧要離開咗自己教會。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有啲人會稱呼五旬節派咧係分離主義嘅一班人嚟㗎。咁但係不論如何啦，就係隨住呢個事情發展咧，就亦都有啲唔同嘅一啲事件，亦都好影響到咧亞蘇撒街復興嘅。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而家見到又係巴漢牧師啦，我哋前面提過佢。咁其實咧喺聚會開始冇幾耐咧，咁當時已經有一啲咧，即係唔係基督教，有啲我哋叫異教嘅一啲神靈師啊、降神師啊、靈媒咧，就走到亞蘇撒街聚會嘅會場裏邊咧，就喺度做佢自己嘅嘢，即係簡單講就係搞事啦，有啲混亂嘅出現。咁西摩咧就好快發現咧，即係佢需要人幫手啊，於是乎佢寫信俾巴漢牧師求助。喺1906年10月其實咧都即係半年到嘅時間嘅啫。巴漢牧師就嚟到亞蘇撒街咁參加呢啲聚會。咁但係我估好多人都冇預計到一樣嘢咧，就係巴漢牧師咧好快就有嚴厲嘅抨擊，咁咧就即係指責緊咧喺亞蘇撒街發生嘅事情。咁而後來結果咧就亞蘇撒街即係復興嘅成員咧就鎖住大門唔俾巴漢牧師入去。咁但係另一樣同時發生嘅就係巴漢牧師唔俾得你入啦，但係佢自己咧就喺附近嘅地點咧就另外辦過一啲佢一路帶領開嘅五旬節嘅聚會即係禱告求醫治嗰樣嘅嘢。咁於是有一班嘅亞蘇撒街嘅信徒咧，就即係離開咗即係本嚟喺西摩牧師個群體嘅裏邊。咁與此同時咧，亦都另一件事咧，後來再發展咧，亦都為呢個即係亞蘇撒街嘅復興咧，帶來一啲嘅我哋即係嘅我哋叫分裂嘅事件。咁咧就牽涉一位杜漢牧師 William Durham 其實杜漢牧師咧就自小就喺呢個浸信會嘅家庭裏邊長大啊。其實佢好早期1907年咧就已經去咗亞蘇撒街嘅聚會㗎啦。喺嗰度經歷咗之後咧，就於是就持續喺美國中西部嘅地區咧，就帶領好多嘅復興聚會。到1911年嘅時間，杜漢牧師咧就翻到去亞蘇撒街，咁喺嗰度就講道啦。
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個時間咧，佢所講嘅一啲信息咧，就同亞蘇撒迦嘅群體，即係其實同時咧對住西摩牧師嘅群體嚟講咧，係完全唔同嘅。其中就牽涉到咧呢個完成咗嘅工作 （finished work） 就關於成聖觀。嗱，如果你留意之前我哋特別提到關於成聖觀念咧，隨住聖潔運動同歐溫牧師嘅講法咧，其實佢哋係一個所謂三步嘅成聖觀嚟㗎。但係咧，道漢牧師喺呢度講嘅咧，係即係一個二步嘅成聖觀。關於二步嘅轉頭會講，而 finished work 咧，主要就係講一樣嘢咧，叫相信咧，就係耶穌基督喺加略山所完成嘅救贖係已經完成嘅救贖，係已經係讓人咧係重生得救同埋成聖嘅。咁咧就呢個觀念咧，就同當時西摩牧師嘅群體咧個距離就好遠啦，因為佢哋都唔係即係接受呢一套嘅。咁咧就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即係道漢牧師咧就煽動咗一班會友咧，就係離開咗亞蘇撒迦傳道會嘅。咁咧就而當時亞蘇撒迦聚會裏邊嘅人咧，即係成大半嘅人咧係走咗添。咁但係不論如此啦，不論如何啦，唔好意思因為 NG 得太多講錯嘢都係就咁一句改翻就繼續錄啦咁咧就去到即係亞蘇撒迦嘅聚會裏邊咧，就雖然都走過人，亦都繼續有人參加，咁聚會亦都繼續持續住嘅。咁但係咧，去到22年嘅時間咧，西摩牧師都逝世。31年嘅時候咧，聚會地點亦都即係被政府收翻拆咗添。縱然如此，亞蘇撒迦復興彷彿咧就好似慢慢咁樣消退。咁但係亞蘇撒迦復興帶嚟嗰個影響係一啲都冇消退。如果同樣地咧，亦都跟住落嚟咧，亦都因此而引申住一系列五旬節咧嘅教會去陸續咁建立添。作為神召會3人堂嘅課程，我哋要講一講神召會嘅出現嘅。神召會咧，佢喺1914年4月就喺美國亞肯色州熱泉 Springfield 呢個地方咧係成立嘅。咁當時咧就係有好多經歷咗即係五旬節嘅即係經驗有方言作為聖靈充滿憑據嘅一班嘅信徒啦，同領袖聚集埋一齊嘅。咁而其中嘅聚集埋一齊裏邊咧，有一個重要喺信仰上嘅分別嘅就係佢接受咗我哋前面提到William Durham 咧，佢嗰個 finished work 完成咗個工作嘅觀念啊。咁於是乎咧，即係成為咗我哋好多時講五旬節派裏邊咧異步教義嘅一系列嘅即係宗派其中之一異步之處，個異步咧就係關鍵在於你而家喺 PowerPoint 都見到咧，就係我哋會將由未認識耶穌開始到認識耶穌啦，呢件係重生嘅，重生得救嘅時候咧，而成聖亦都開始㗎啦，咁當然啦，我哋嘅理解咧，重生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地位上成聖，而人咧，由信耶穌到咧我哋返天家之前咧，其實要繼續持續咁追求成聖嘅，乃至到咧即係完全嘅成聖。不過成聖呢樣嘢係喺我哋得救嗰刻已經開始嘅，咁呢個異步，重生同成聖係同一階段。咁而喺重生呢一樣嘢之後咧，我哋要再經歷第二次另一件事嘅，就係聖靈浸。而呢個聖靈浸咧，就係以方言作為外在表徵嘅一件事情。呢個異步嘅教義。咁呢樣嘢好早嘅，1914年裏邊咧已經確認咗㗎啦。咁但係隨住即係時局發展，或者隨住咧整個即係教會嘅向前邁進咧，喺1916年嘅時候咧，神召會更加咧係寫咗第一份嘅基本信仰宣言。咁其中一個背景嘅就係當時咧出現咗一批咧唯獨耶穌或者我哋叫 Oneness 嘅一班嘅即係信仰嘅群體。咁咧就當時呢班人咧就佢哋宣稱咧為基督徒受洗呢件事咧就只需要奉耶穌基督個名受洗已經可以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平常我哋受洗咧我哋會講關於聖父聖靈咧係唔需要講嘅。咁呢件事咧就喺神召會裏邊咧係即係不被接受嘅。咁於是乎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咧令到神召會咧要去好肯定翻自己嘅信仰。咁呢啲相啦就都係一啲開會嘅情況啦。呢個係其中一間即係神召會啦，喺德薩斯州嘅第一間嘅神召會啦。而隨住咧時間一路去嘅五旬節派咧，其實咧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宗派建立嘅。喺呢度咧，你見到咧就係喺 PowerPoint 上邊，咁就有3行嘅。咁有時我哋會將啲3行叫1、2、3啊。咁就有五旬節聖潔會啦、神的教會啦。神的教會咧 Church of God 咧就係最大嘅黑人五旬節教會嚟㗎。
咁呢一排咧都係一啲我哋叫所謂1、2、3嘅叫三部信仰嘅五旬節派。咁而中間咧就係神召會啦、四方福音會啦、使徒信心會啦、以林五旬節教會啦，呢一批又叫二部嘅。嗱，關於咩叫二部係前面我哋提過嘅。咁而喺上方最低嗰行咁咧就係我哋叫 Oneness 或者叫一部教義嘅。咁咧就係聯合五旬節教會同埋即係世界五旬節召會啦、主耶穌基督召會啦呢幾間嘅。咁呢幾間咧都係喺即係外國建立嘅啦。咁而下方咧亦都有啲喺香港裏邊嘅五旬節派嘅教會。咁包括神召會啦，我哋唔多講啦，西教士建立嘅啦。四方會啦、五旬節聖潔會都係啦。咁亦都有港九五旬節會嘅。咁即係喺咧香港島衛城道同埋咧喺九龍窩打老道嗰一間。我冇記錯咧，應該係第一個咧喺香港建立嘅五旬節教會嚟㗎。咁同時亦都有九龍五旬節教會，咁即係巴富街五旬節中學裏邊咧聚會。咁其實佢喺新界亦都有佢嘅教會同學校添㗎。其次咧亦都有新生命堂。咁佢一位西教士 Nestor Summo 咁佢咧喺香港建立。咁第一間建立咧就係喺中環裏邊嗰一間教會嘅。咁佢喺香港裏邊咧同時都有幾間嘅分堂添啦。就亦都仲有基督教完備救恩會咁咧就都比較多咧做一啲即係水上人嘅工作嘅教會嘅。咁其實唔止嘅，咁但係咧就冇辦法一咁即係盡列啦。好短嘅時間10零分鐘，咁就交代咗五旬節運動，特別亞蘇撒街復興同埋之後咧各個宗派嘅建立。